娶老四？娶老四。夫人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！夫君，你看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？不像，但是像在试探。当然也不是试探。那也不能开玩笑啊！夫君，你听我说，老四是我的亲妹妹，嫁给别人我不放心，只有嫁给你。这个嫁给谁都不可能放心，相对的，娶了谁也不可能放心。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让人绝对放心的事儿，所以咱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会掺杂一些感情因素的。那我跟老四有感情吗？没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有。哎，不对，乱了！哎，重来。夫君，那天你还亲口跟我说，只有老四最懂你。我是他懂我归懂我，那算命的还懂我呢，两码事儿啊。老四，那你说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姐夫，实话实说，姐不会生气。姐夫自然是极好的人，而且别绕弯子，你就说你对你姐夫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哪种？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你会心跳。有，那就是喜欢你姐夫了。夫人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事情啊就这么说了，我去告诉二女。夫人，等一下，我问你，说，你们俩在哪儿学的甄嬛体啊？徐老四，徐老四，夫人，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你怎么跟夫君一个口吻呢？二女，别哭了。老四啊，刚才夫人说的你都懂了？懂，真懂？真懂。那你怎么想的？结就结呗，反正我也不烦姐夫。那万一以后要是烦了呢？那也好办呀，到时候姐夫再一纸休书把我给休了，反正你好说话。你都够潇洒的啊，21世纪都撑不下你了。那姐夫怎么想的呀？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和亲，亲上加亲也挺好，就是我总觉得特别别扭。是，我也觉得特别扭。其实这事儿也好办，关键是咱们俩之间没有感情基础，得培养培养，要不然入洞房的时候多尴尬呀。谁要跟姐夫入洞房呀？你不是不反对嫁给我吗？那也没必要入洞房呀。我坚决反对这门亲事。二女，你哭够没有啊？二女，给我坐下。我让夫君娶老四，对你有百利无一害。夫人，我知道我小，年轻漂亮，爱撒娇，说干的。可是我不傻。夫君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在家中自然排第一。您掌管家里的大小事务，就是第二，那我就是小三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您干嘛又找来一个小四啊？老四是个难得的人才，让她嫁给别人，那叫肥水流了外人田，对咱们家不利。夫人，现在咱家的钱已经多得几辈子都花不完了，咱家有夫君一个能人就够了，您何必再找来一个人与您争宠呢？说来说去，说到根上了，还是争宠的问题。哪个女人不希望得到丈夫的疼爱啊？希望是希望，可是生活是生活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。您忘了夫君大病以前是怎么对咱们的吗？现如今夫君转了性子，对咱们疼爱有加，又何必自己找这个罪受呢？二女啊，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咱们三个人，论年轻漂亮，会哄夫君开心，我和老四都不如你。但是论掌管这个家大小的事务，你和老四又都不如我。但是论帮助夫君在外面打点一切，我和你又都不如老四。咱们三个人就像一个整体，缺了谁都有缺憾，三位一体却是完美。
您现在不让老四过门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夫君又给你带回个什么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也许那个人比你漂亮，你又要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我真没有想过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看眼前，不管过了多久，老四始终没有你年轻漂亮，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帮助夫君打点外面的一切。那么属于你的这份恩情，老四抢不去；属于老四的那份信任，你也永远得不到。所以，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又何必担心夫君不疼爱你呢？另外，你也大了，这每个月的月饷也该涨涨了。真的，夫人。等老四过了门，这月饷的事情你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夫君，夫人，这门亲事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没有感情基础啊。夫君，想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不也没有感情基础吗？那不还是嫁了吗？可是不一样。都一样。夫君，这娶妾的事情啊，有时候还真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。我这个做正房的呀，有一半的发言权。我娶妾不听我的，听谁的？那听王家的。娶老四为妾，一方面是为了王家家内家外的事务，一方面是为了让夫君早日有个后人。这事儿呀，还真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。我和二女也有发言权。那二女怎么说？二女我已经告诉她了，她也同意，所以咱们家3口人2对1通过。另外老四这边也没有意见。对，我没意见，反正嫁不嫁姐夫都行，就是不嫁外人。可是二女为什么会同意呢？深明大义呗。深明她大姨妈，她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？夫君，你就别再挣扎了。现在这大户人家哪个不是娶个3妻4妾的呀？你娶少了让人笑话。可是我这娶了跟没娶一样啊。这娶了妾，至少就少了在外面养外宅的机会。想当年夫君在外面养那外宅叫什么？行了，行，别说了，娶。老四呢？那就嫁呗。好。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四小姐要嫁给小侯爷了。二娘子，四姑娘要死乞白赖嫁给小侯爷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四小姐奉子成婚，真的？谁的子？这还用说？肯定是王小侯爷的。早就看出来了，这货不是好东西。子豪这小子有一套。要不我们去闹个洞房？不可！子豪兄既然没请咱们，他就是不想声张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娶个妻妹为什么不能声张？此话差矣。来，咱们喝酒，咱们遥祝子豪兄洞房花烛夜一击即中。好。哎，我说，你觉得他们配吗？配，是配呀，还是配呀？都行。二女。哎呀，二女不在啊，那算了，我走了。夫君，我二夫人长肉了呀！哎呀，夫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抱我二夫人还怎么了？还干什么呀？还夫君哪还记得你二夫人啊？去找你的3夫人吧。啊？那我去了。夫君，哎，我还是最喜欢抱我的二夫人了。我才不信呢。二女啊，最近钱够不够用啊？当然不够用了。哦，可我听说夫人可是涨了你的月饷啊。
可是还是不够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去账房支100两银子，就说我要用。真的啊？但是不能告诉夫人哦。夫君最好了，我绝对不告诉夫人。哎呀，不行啊！怎么不行了？这事儿要是让老四知道了，那肯定不干。老四最在乎钱了。凭什么呀？我才是二夫人。你看，老四如果进了咱们家的门，管账的肯定是他呀。就算你是二夫人，以后用钱也得通过他。但是老四呢，特别在乎钱，那对钱亲的比亲妈还亲呢，肯定不会给你。可是夫人说了，等三夫人进了门，我就不用担心月享的事了。哦，对呀，那没有月享了，还担心什么月享啊？那可不行，夫君，你不许娶三夫人。哎呀，可这些事都是夫人定的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我去找夫人说。哎，等等，坐下。我倒是有个办法。真的，你确定是亲耳听到？是，前日按照公主吩咐去给侯府送寒瓜，听侯府的下人们说的，日子都定好了，就在明日。好你个王子豪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现在倒好，偷不到的小姨子你都能给娶回家了。我们走着瞧。都麻利呀！说你们两个呢，玩呢。对，少放，对。老四。哎，小姐，姐夫，来是啥工作啊？找你。找我？啊，出来。啊，别偷了啊！没正式过门呢，就腻上了。原来就这样，我觉得挺正常。正常个屁呀！这说明原来就好上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里面说得了呗。老四，明天你就要嫁过来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没什么想法，跟以前一样啊。那怎么能跟以前一样呢？你明天嫁过来就是我的三夫人了。哎呀，不就变个称呼吗？不是，那不光是称呼。哎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谁让你动手动脚的？以后你要是嫁给我，还不是得天天动手动脚的？那天咱俩可说好了，嫁给姐夫没关系，但不能入洞房。我再一次坚决反对这门亲事，我下决心了。老四，姐夫跟你说实话，姐夫不想娶你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咱们俩不。哎，行，那回头我跟我姐说一声。哎，等，老四，你姐啊，在这个事情上已经认了死理儿，你跟她说也没用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办法。哎，来，哎呦，老哥哥，明天呢是陈家四姑娘过门的好日子。哎呦，这往后啊，小侯爷可有的忙喽。哎呀，你说这陈家四姑娘吧，虽说是女儿之身，但天生一副男儿秉性。也不知道咱小侯爷呀是吃得住吃不住。哎，这我倒不担心啊。虽然说四姑娘脾气秉性暴烈了一些，但是对咱们小侯爷是百依百顺呐。再加上四姑娘天生聪慧，是古怪精灵，和小侯爷正好投缘。那倒是，来了，来，喝酒吧啊！这是喜酒了啊！喜酒，喜酒。
夫人，怎么醒了？夫君，我做了一个噩梦。啊？什么梦？好了，别怕啊，我在这儿呢。睡吧。王家列祖列宗在此，不要逼迫王小学习。来，老四，让姐看看，真好看。哎，就那么回事儿呗，不就走个过场。你怎么了，姐？我以为是个梦。什么梦啊？没事。其实昨天我也做了个梦。酒席都备好了，回小侯爷，酒席都备好了。切叔，你确定这事儿除了咱们家人，没有人知道了吧？小侯爷放心，没跟任何人提起过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啊，兰陵公主驾到啊！啊！不知公主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公主恕罪。子豪太客气了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看看你跟你家那两位夫人。不过看起来侯府今天有喜事儿啊。不知公主是从哪儿看出来我们府上有喜事儿？从子豪的脸上。公主，您真是料事如神。我们侯府确实今天要娶一房妾室，这房妾室你也知道，而且交情还不浅呢。栓子，你是不是还有活没干完啊？无妨，说。就是陈家老四。哦，那不是你的小姨子吗？子豪，你真是艳福不浅啊！哎呀，没有，哪有？本宫今天来是为了内府向你家订了一批酒花玉露的事情，有一些账目的问题要跟你商量商量。上次不是商量过了吗？借一步说话。切叔，一会儿大门别关，开着。哎，这是为何呀？接接喜气，吉利。哎，好。吉利。王子豪，你可真行啊！悄无声息的迎娶第三房，还是你的小姨子。这事不能怪我呀，这都是夫人安排的。还敢怪到你夫人头上？我看根本就是你色迷心窍，惦记完你夫人的丫鬟，又来惦记小姨子了。你可真是能人啊！兰兰，你看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我不是那种色迷心窍的人啊。哦，子豪，你还真的提醒我了。当年你家有二美还不够，却又来招惹我，你还真的不是色迷心窍啊！公主与众不同嘛，勾搭公主属于为爱痴狂。夫君还真会说。兰兰，干嘛？又会叫夫君了。哎，你呀，本来我听闻你要迎娶老四，这心中气急，今天特意来你府上，就是为了给你捣上一乱的。没想到见到你人之后，心中的气竟然消了大半。哎呀，公主嘛，出身皇室，气度非凡。别净说好听的，我这心中的气虽然消了大半，但是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。今天不许和老四圆房。为什么？不许就是不许，很难办到吗？你只有这一个条件吗？不像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，而且我答应你，不止今天。夫君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？因为我只对你一个人色迷心窍。夫君今日纳老四为妾，可谓亲上加亲。本想大宴宾客，可国难刚止，
不易张扬，所以只能自家人一起吃顿便饭。兰陵公主虽是外人，但与王家也算熟络，请公主还不要见外。不见外，请王夫人放心，本宫今天一定不见外。夫君，和老四喝个交杯酒吧。喝完交杯酒，老四就是你的三夫人了。哎呀，不着急嘛，我都饿了，要不然大家先吃点东西吧。怎么不急呀？赶紧完事儿。夫君怎么不举杯啊？夫人，还是再等等吧。等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你怎么了？黑了，全黑了！哎呀，不要大惊小怪的，这还有一盏呢嘛。怎么还有一盏？二女，你看见什么了呀？列祖！列宗，全来了。你们说什么？不同意我们这门婚事？为什么呢？我跟老四，我们是两情相悦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呀。就是不同意。不行，我不可能听你们的。我们是自由恋爱，好功夫。往下看。老四，我现在就要跟你喝了这杯交杯酒，喝了这杯交杯酒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来，手，怎么了？夫君，不行，我要喝交杯酒。不行，怎么了？喝交杯酒，不行，喝交杯酒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不去，我死也不去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别叫了，我哪儿也不能去。我是一个奉行自由的人，我的座右铭就是我行我素我做主，敢爱敢恨不怕输。夫君，我要喝交杯酒，我要娶妾呀！我一定要和你喝了这杯交杯酒。你锁我的喉，要我死，可能我也练过。什么？除非有人反对这门亲事，要不然我死也不会取消了。我反对，我们不娶了。夫君，我们不娶了我刚才这是怎么了？刚才好像这只胳膊不是我的了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救了我。幸好我及时了了这门婚事，乖。你先吃点饭吧。来，赶紧吃。太饿了，太他妈累了。你也没事了？没事啊，夫人。哎呀，你说咱俩这戏演的，哎呦，你说咱演什么戏呢？还演戏，谁看咱呢？走，回去喝酒去啊！哎呀，走。来者何人？意欲何为？来，皇上，好久不见了，感情深，一口闷，咱哥俩走一个，啊，走一个。又走过了一
个曾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梦。